講到4號嘅代表人物真係不得了，第一個梁朝偉，公認嘅好戲之人，5奪香港電影金像獎。大部分人用表情交戲嘅時候，佢已經練成用眼神嚟做戲。第二個張國榮，同樣擁有一對電眼嘅哥哥，唔單止高音甜、中音準、低音勁，而且台風獨特，係公認嘅舞台王者。破格嘅衣着打扮絕對係站喺潮流嘅尖端。藝術型、浪漫主義者、個人風格者都係4號嘅別稱。佢哋係天生嘅藝術家，擁有天馬行空嘅想像力同埋創意，對美嘅追求有一份執着，所以4號都會用藝術嘅方式去表達自己，例如係詩歌、戲劇、音樂、舞蹈等等。佢哋情感豐富，而且直覺敏銳，仲有好強嘅同理心。4號仔追求心靈上嘅交流，如果你有幸同佢哋交心，佢哋絕對係會同你共患難嘅人。一旦4號仔愛上一個人，就算係棒打鴛鴦定天打雷劈，都阻止唔到佢哋戀愛大過天嘅決心。正面咁形容4號就係忠於自我，調翻轉咪就係我行我素咯。4號自覺同其他人唔同，經常抱怨其他人唔明自己。藝術家脾氣呢個字可能就係咁樣得嚟。佢哋嘅情緒就好似過山車一樣，一時熱情如火，一時拒人於千里之外。唔少4號都特別享受傷春悲秋嘅感覺，望住塊樹葉飄落地下都隨時觸動到佢哋嘅神經。一件唔開心嘅事，可能一日都會喺腦海度 loop 10次，真係行埋啲都俾佢哋嘅負能量傳染啊！4號嘅姿態優雅，冇太大嘅動作，講嘢時嘅語調抑揚頓挫，口頭禪係我覺得睇心情啦呢一類講 feel 嘅字眼。佢哋通常有一對柔情似水嘅眼睛，非常之迷人。